WSBK World SSP 嘅荷蘭分站就啱啱已經完結咗啦。張雪機車佢哋主力車手53號嘅 Valentin De Beest 咧，喺正賽入面啊，分別只係獲得第4位同第7位嘅啫，咁就無緣頒獎台啦。而賽後張雪機車團隊亦都表示 BOP 就暫時未有對佢哋作出一啲針對性嘅調整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咁多彎道嘅賽道底下，優勢亦都已經冇咗啦。咁團隊應該就已經感受到純技術流嘅賽道帶來嘅壓力，絕對唔會係有一個高轉引擎帶嚟嘅直線優勢就可以贏到呢一個冠軍翻嚟。咁而家距離下一站呢，其實只係剩低大約10至11日咗緊嘅啫。5月1號到3號啊，其實就要轉戰匈牙利站嘅 Balaton Park Circuit 㗎啦。咁呢一條賽道對於張雪機車佢哋嚟講呢，我相信都係一個全新嘅挑戰。今日呢一集我就會先做一個少少嘅賽站分析啦，再同大家講下少少嘅賽事前瞻，睇下張雪機車團隊呢有冇能力可以喺匈牙利作出一個反彈啊。咁Balaton Park Circuit 呢，其實全長呢係 4.075 公里嘅，佢係由10個左彎加7個右彎，總共17個彎角咁樣嚟組成嘅一條中高速嘅混合型賽道。咁佢其實有幾個特點啦。咁呢一條賽道啊，佢有幾段唔錯嘅直線喎，咁就可以俾我哋張雪機車團隊嘅820 RRRS 咧，個高轉嘅引擎咧，發揮到佢一定嘅優勢啊。但係同時我哋唔好忘記佢有17個彎道，而呢17個彎道包括咗一啲連續嘅中速彎啦，同埋一啲比較需要技術流少少嘅彎道啦。所以對於出彎嘅加速啦，甚至乎係底盤嘅穩定性同埋輪胎嘅管理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啊！要求係相當之高啊！當然，我哋如果對比翻喺荷蘭站 Essen 嘅賽道就純技術流啦。咁 Balaton Park 因為佢直線比較長呢，咁就會帶嚟到一定嘅優勢。但係呢一條賽道依然唔係純直線型嘅賽道啊！呢樣大家真係要謹記。所以到時候唔好因為見到唔同嘅車不停係咁包圍住 Valentin De Beest 咧，就覺得佢好似俾人圍剿緊咁樣，但係就絕對唔係㗎。比賽就係咁㗎啦，有來有往先好睇㗎嘛。咁賽道就其實位於呢個 Lake Balaton 附近嘅。咁天氣變化咧，通常喺湖嘅側邊咧都會比較大一啲啦，可能會有唔同嘅風速啦，溫度亦都會稍微有多少嘅波動，甚至會出現零星嘅雨點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對於張雪機車佢哋嘅820 RRRS 嚟講，呢條賽道始終都係有優點嘅。對於佢哋嚟講，有利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嘅直線係會比較長。咁對於佢哋架車嘅高轉三缸引擎嚟講嘅延展性係有機會發揮到更多嘅。咁甚至乎佢哋架車因為做過輕量化嘅處理之後呢，相信入彎都係會有幫助啦。但係最大嘅挑戰嘅話就係嗰啲中低轉嘅扭力同埋出彎嘅加速呢，仍然係呢部車嘅弱點啊！如果 BOP 真係終於要出手限制佢嘅最高轉速啊，或者高轉馬力嘅輸出嘅時候呢，優勢肯定係會進一步被削弱嘅。咁總括嚟講呢，呢條賽道對於張雪嚟講啊，可以話係利弊參半啊，但係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啊。雖然係會比 Essen 嘅呢一條賽道為好啊，但係絕對都唔係一條好輕鬆嘅賽道啊。以目前佢主要競爭對手嚟講呢，經過荷蘭站之後呢，個積分榜同埋狀態其實我哋都係好清晰咁樣望到啦。Yamaha 嘅 Albert Arenas 啦，Ducati 嘅 Jerome Marcia 啦，依然都係最穩定嘅兩位，佢哋兩位係不停咁樣上到頒獎台嘅。而 Ducati 嘅 Philippe Otto 咧，喺 Race 2雖然攞到首勝啊，氣勢亦都係十分之旺盛，但係始終都唔夠頭先提及嘅兩位咁穩定啊。甚至乎我哋仲可以睇到 Ken Ocon 啦，同埋 Tom Booth Amos， 佢哋其實嘅速度同爆發力都係相當之理想。咁所以嚟講，Valentin De Beest最需要
提防嘅始終都係頭先提及到嘅嗰5位，呢5位都仲係熱門嘅人選嚟㗎。喂，對於之後能夠攞總冠軍嚟講，咁張雪機車佢哋其實最大嘅威脅咧，始終都係杜卡迪同埋雅馬哈呢兩個大車廠、老牌車廠啦。咁佢哋喺混合型嘅賽道嘅調教經驗係相當之豐富嘅。咁甚至乎佢哋仲有啲電子嘅輔助同埋中低扭力嚟講咧，對於呢兩個老牌大廠嚟講，依然係有相當嘅優勢。所以新嘅團隊一出嚟嘅時候，絕對係要以挑戰者嘅姿態去挑戰呢兩個大廠。你贏得到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巴閉啦。但係經歷過上一場之後，我相信張雪機車佢哋都已經好明白自己嘅弱點喺邊一度，應該會加以改善嘅。咁張雪機車佢哋團隊要面對嘅挑戰咧，同埋機會咧，其實都仲有多少少嘢可以講啊。BOP 正常嚟講咧，佢哋其實個機制就會係2至3場就會做一次 review 啦，然之後就會出手去介入你要去調整你架車嘅嘢㗎啦。咁而家啱啱好頭先過去咗3場㗎啦。咁3場入面都未有調整，咁如無意外咧，就會喺今場就會作出一個調整啦。但係基於我哋上一場喺荷蘭站嚟講咧，個比賽成績就唔係太理想，所以相信可以影響到 BOP 調整嗰個力度嘅。所以縱使高轉優勢係有俾人壓制都好啦，咁相信佢哋都能夠係繼續以一個比較高嘅轉速繼續去進行比賽嘅。而 Burton Park 呢一條新嘅賽道咧，團隊獲得嘅數據亦都係好少，所以佢哋應該係需要喺 free practice 嘅時候咧，快速摸索到一個最佳嘅設定就會更加好啦。咁但係我哋可以睇到上一站當有零星嘅雨點嘅時候， Peloton The Beast 咧採取嘅策略或者佢哋團隊採取嘅策略咧，其實就相對地保守啲，就冇喺前段浪費咁多輪胎嘅消耗。咁所以嚟講，團隊喺雨戰嘅經驗嚟講，我相信都仲係有提升嘅空間啦。但係雖然 The Beast 喺荷蘭站就上唔到頒獎台啦，但係佢嘅適應能力依然都係好強，係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嘅。繼續，雖然佢都仲係一個老將啦，但係佢依然係有進步嘅空間。咁如果團隊可以針對翻直線輸出或者係出彎做針對性嘅調教嘅時候， The Beast 絕對係有能力可以上翻第4至第5名，甚至乎係有能力去衝擊頒獎台都唔出奇嘅。咁首先我個人有少少預測啦。咁首先如果 BOP 調整嘅幅度唔大嘅話， The Beast 可以上翻頒獎台嘅機會咧，絕對係有好大嘅可能性嘅。因為你頭先講到呢一條賽道嘅直線嘅位置係會比較多、比較長，咁所以嚟講，對於820 RRS 嚟講咧，哇，講得好亂添。820 RRS 就會係比較上理想啲啦，面對住直線。咁同埋再加上，如果天氣乾燥嘅話，同團隊調教得好嘅話咧，佢絕對係可以止跌反升添。但係如果 BOP 出手調整嘅力度係基於葡萄牙站攞到2個冠軍嘅嗰個成績嚟去做一個平衡嘅話咧，相信會繼續收得更加緊，或者天氣不穩嘅時候，相信排名亦都可能會有更大嘅波動都唔出奇。咁總括嚟講啦，匈牙利站係連續2站嚟講咧，相對地比較適合張雪機車佢哋發揮嘅。咁但係嚟講，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測試啦。咁睇下團隊要點樣總結翻荷蘭站嘅經驗，快速調整翻喺匈牙利站表現翻出嚟啦。咁空窗期嘅優勢其實正常嚟講就已經結束咗㗎啦。之後每一站咧都會越嚟越考驗到佢哋嘅真正實力嘅。咁而今次呢個分站嘅時間咧，希望今次唔好有錯啊！上一次真係唔好意思啊，上次講錯咗啲時間，令到大家錯過咗場賽事。咁希望今次就唔會啦。咁今次係香港嘅時間10點鐘就會喺5月1號嚟講就會進行一個排位賽啦。
之後 Race 1就會係5月2號嘅8點正啊，咁 Race 2就會係5月3號嘅8點正啊，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啦。咁可以喺邊度睇咧？除咗我哋可以喺官方嘅渠道睇之外咧，Now TV 咧其實都有機會係有得睇㗎。我呢度唔係要幫佢買廣告，咁啱見到有，但係佢又未必係每一場都有。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如果你咁啱有呢個應該係賽車組合啩，或者體育組合啩咁樣，咁你就可以去留意下有冇呢一場比賽睇嘅。咁啊，你覺得張雪機車佢哋喺匈牙利站大唔大機會可以上翻頒獎台呢？或者 The Beast 又可唔可以反彈翻上嚟呢？可以衝擊到頒獎台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講下你自己對嚟緊呢個匈牙利分站係有啲咩預測，或者你又對於我嘅分析有啲咩意見？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講講。但係走之前記住訂閱同埋撳個鈴鈴，每一次出新片你先知道嘅。仲有就係 comment、like、share， 下面留言俾啲意見我，同埋繼續推廣真藝堂出去，令到更多人認識我，咁我先至可以有更豐富嘅資源同埋時間去做好我每一段片。咁嚟緊我哋喺匈牙利站開始之前，應該都仲會有一段片嘅。咁希望我哋喺嗰陣時可以再見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我係傑克的巨人，拜拜。